大單嘢，10萬首期上車，送港滬兩地牌，現樓現證。江林澳一條香港6大口岸環繞，盡享灣心蓉城。喺3D 立體瀑布同百年尊貴喬木之間，我哋踏上歸家之旅。推開流磚之門，我哋睇到一股非凡嘅氣魄迎面而嚟。呢個就係雙穗長龍灣競程世界嘅風卷之作，濠江奔湧，視野無疆。澳門不夜城嘅燈火係家中永不落幕嘅迎賓場，翠色葱鬱，鐘靈柳秀。黑白面將軍山嘅自然輕養係留俾生活嘅詩意篇章。空間設計上咧，雙穗長龍灣同樣追求極致嘅一體化嘅公區同埋南北雙露台嘅設計，咁唔單止咧提高咗我哋嘅實用率啦，同埋一個互動性，更加咧令到居住者更舒適啦，同埋享受更美好嘅生活。闊綽嘅 L 型陽台令輝光高爾夫可以成為日常，生活嘅節奏盡享掌握之中。而雙套房嘅設計更將尊貴同埋私密完美融合，獨立全明衛浴。步入式衣帽間、隱形收納空間，一系列人性化細節設計，營造出無與倫比嘅居住體驗。喺品質細節上，雙穗長龍灣同樣不遺餘力，平整光潔嘅牆面，溫潤細膩嘅觸感，精湛絕倫嘅工藝，每一處都彰顯着對奢華同埋精緻嘅至高追求。我哋嚴選西門子、維寶、日立、歐派等國際知名品牌，以高優交付標準匹配精英名流嘅審美。長龍匯健身會所無邊際寬景泳池，仿若新加坡濱海灣金沙酒店嘅壯麗風光。項目周邊更擁有1000億級城市配套，時代之選，價值所向，人潮湧動，前景無憂，給予每位購房者充足嘅置業底氣。